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张晨宇，是这一次漫谈台湾的制作人，对，然后目前在社软影像文化担任负责人。大家好，我是陈立航，那我是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毕业，那我是负责漫谈台湾这3本漫画的田调与历史考证。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都蛮多且蛮有趣的。像漫画家黄俊就曾经要我去找那个当时候学生他们在宿舍里面会用的是哪一种镜子，然后手边刚好有一本1930年代他们那个大稻埕那边有一间商行，他们有日本的公司，他们要跟日本公司进口那个目录啊，里面就有好几种镜子。那镜子我就有挑出几种，因为学生不可能用太花俏，用太贵，然后就挑几种，然后把它拍下来提供给他去画。那除了镜子之外，我记得黄俊他还有叫我去找书桌，1940年代后期台大学生宿舍书桌长怎样？他提这问题的时候，我就心想，我讨厌是这个长到底到。那我就决定先去台大的他的那个校史馆校友那个老照片，然后呢，这次要感谢那位老校友，有一位老校友就在拍了他的桌子，然后刚好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好像我记得有放相框吧，还有放水果，反正那桌子看起来蛮文青的。如果有大家去看北非看电影，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时候电影真的北非电影其实不是不行，那但是我会很好奇当下的他们1949年3月20号台北市电影到底播哪些，所以我就去国家图书馆，然后国家图书馆有很多报纸，它是没有办法用关键字搜寻，你只能按日期。那我就有去看了一下49年当天的台湾学生报、公论报，然后就有看到当天的多个电影，我还记得有什么《魔域喋血记》。我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那个《美女和野兽》，汉哦，不是，就是《美女和野兽》。然后那时候电影大概一天都播2场，然后可能是7点、9点，然后大部分都是下午跟晚上播。然后那时候台北大概有至少5、6间以上的电影院。因为我自己主要是拍戏的。那因为如果你去拍戏，以现在的整个产业环境，你要去拍像时代的东西，你要去回应的那个商业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其实就在思考说，那除了拍戏之外，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包括漫画或桌游都是我想尝试去打开这个，尽量去沟通，让这个 TA 可以更扩大。所以当时才想要说，如果他可以去结合教育的话，那也许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这样子，对。其实跟刚那题会有点像，就是我自己当时候开始在关心台湾史，其实是在大概在11、12年前，大概重考那个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要认识自己是谁，然后才开始在房间找书读。那时候的书也没有现在这么多了，就台史的东西。我那时候大概看了1、2本之后，就惊觉说，哇，原来有这样的世界观，有这样的东西的存在，然后是自己完全不理解的。然后那个时候看的东西就一直留在心里面。所以当我想说，如果自己有机会去做影视工作、做文化内容的时候，那可能也是参与去做这样的书，对，然后也许它可以在很多年后也会去影响某一个人去做了类似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意义可能在这样子，所以希望可以去做一个系列型的漫画，它一定要有量啊，就可能1年4本、1年6本这样一出下去，那可能3、4年下去就会变成一个套书这样子。对，所以想去做一个这样的用漫画来谈台湾史的一个工程，这样子。当时我印象中最早是陈方明老师的书，然后还有胡慧颖老师的书，然后还有张艺宪老师的书，这样子。对，最早是看这3个，然后那时候大概花了大概半年多一点，都在看这样的书。因为那时候刚好我住我附近刚刚开的那种乡下刚开的第一间成品，然后就跟进去，因为重考就打发时间，就一天天去看，天天去看。对，然后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对。